愛同客話嚴多轉來，喺日常生活當中講行，唔係一件簡單嘅事情。韓國冇講係少數強調嘅情形呢，其中台灣嘅饒平強客話，各地方講嘅都冇相同，像係睇桃園、新竹、苗栗、彰化也條所在。饒平強嘅發言，韓國講法都有所長，想要推廣一定困難。半年前，大蘭客家饒平文化協會就想望搶救饒平話，因為政府本來資源過少，條下馬一定都係自家出錢義務來做，一下一定推廣嘅腳步係對攀亞健學堂做到教育體制內嘅，未對幼稚園推廣到高中，希望韓國對饒平人做得潛規自家嘅模擬。屯務內苗栗大蘭鎮空嘅展福公堂，課公公是看到一道家中帶定4年嘅無主氣孫呢，到公堂來報道。也係當禮拜會有100個亞健饒平學堂，相當幾多睇小朋友來學，認真欣賞教學嘅方式同成法，又唔會死垮垮的當上熱。課堂嘅內容乜嘅都有，由童謠帶童創、但是教學、練習初級也掉，還會教點實施議題，教一啲學生嘅來做東西。就是一些用客語念的一些詩歌，還有單字。有時候也會讓我們練習造句子。去上課的時候，很生動啊！不講死板板的呢哈，寫字哈真愛來啊呢，又講又唱，又念哈，寫字冇感覺個無聊啊呢。呢個方式只係用應該空飛管做嘅。而做好嘅自然回收就錯咧，自然回收我清簡單做嘅只係啲方茶，啲方茶來講，寫字就一號上，佢青菜呢滑米，叫簡單做，個教寫字念一首童謠，寫一首個自然回收嘅童謠。呢度會上客家多年來學饒平客話，欣賞上千辦法。愛學時唔單唱喺土課本空，地方流行經驗，看到大蘭饒平強就會流實體。第民國100年成立大蘭客家饒平文化協會，上會圖饒平強叫到進來。我本來喺大蘭係饒平嘅狀態，因為講我本來人做成立呢度。我見講佢好多人，我要計講好多。佢實驗呢，我要計講實驗。設計饒平，實個病拍戲。因為實全冇良心嘅人來講。呢度為饒平強做地向下登記，協會同大蘭國小合作，對幼兒園開始來教。現在幼兒園團係學語言親學嘅時節。你喜歡上客語課嗎？喜歡。那為什麼呢？因為客語老師可以教我很多東西。頭那木就比公仔，小家簡單哈。從先有五官身體先認識，不見聽關係講，哎呦客話言係安尼，佢聽到佢就啲。先聽種究竟講，跟本身跟咩家長要跟講。我們認為說孩子從小去學習語言可能他學習的能力跟他學習的那個想法會比較深刻一點點，所以我們希望從幼兒園從小讓他接觸饒平的語調，那讓這個孩子如果是他家裡面講饒平的，不會從小他就放棄這樣的語言去學習其他語系這樣子。
对幼儿园开始来做推广，不过行起来无按改。认真大兰真空，但将喺行业嘅空调，就有试验太普同牛片空3種，要認證牛片上起少數空調，冇辦法表現過少真實嘅模擬教學課程，製作地用社團嘅形式嚟做推廣。咱咧係神無粒度啦，神向嘅無粒度。對外交通冇方便，邊講只係外地營業啦，呢個做生意，所有嘅語言則當道，要牛片、太普、時人，還有學路，按多種嘅語言落改。用這種方式調查之後，發現真正選修老品的孩子，大概學生數大概在10位以下。那如果說要用一般的這個上課時間、正課時間來開課的話，會有一些困難度。所以我們就用社團的名義，利用課後的時間，讓孩子透過3位我們老品的宣傳師，來給他做一些課餘的老品的教學。雖然係社團形式嘅教學，學生呢未動手，不過協會嘅夜頭宣傳師行喺東山網安排多年嘅課程，除提教單字發音、行教語言講嘅，甚至同牛片同貼片嘅文化不馬出，帶入到教學途中。好重哦。不过蛮好玩的，教过我们唱那首歌，还有舞步。重点就是要2个人配合，然后就是如果一个人太快的话，那另外一个人就不行，就整个会乱掉。最主要都讲，让你声里头设置入来讲解，入来學人吃嘅尿片，你咪講哦，人哋尿片，人哋不嘛按講，叫無相同講解。人大人人講，哦，人俺出去表演呢度講，哦，人做乜無要呢個不嘛講解按講，哦，人哋係乜嘅講解？我大人，哦，係哦，人大人，我係尿片人咧，咁我會想到，係哦，我係尿片人。協會也按多年來未參與到各種同各種類教學，不過行喺動手，會容易傳承下去。世數嘛，見到見大，快今年69，明年就70，嚇。按照上，我有呢款心，不過將來後進啊，可能讓你去栽培呢個後進啊，來接眼嚟贏，冇真嘅藥品就可能冇團體。現牛片客分布啲桃園、新竹、苗栗、中華夜頭地區都有，不過大家認識嘅牛片腔調同功法，未有地位冇共用，故所傳承上就行下複雜困難。不過大蘭客家牛片文化協會行起充滿希望，堅持一步一步嘅嚟做，為行下多年前進上起大蘭當地嘅牛片客家。